据某某回忆，事发时他驾车沿人民中路由南向北行驶，当行驶至事故地点时，因为与妻子打电话时发生了争执，心情非常的烦躁，于是打了一下方向，车速又有点过快，结果车子就冲撞到了路边的花圃上，碰撞对了路灯，直到撞上人行道上的石墩后才停下来。